最近好多高級珠寶品牌都用彩色寶石取代鑽石，呢個係一個真嘅趨勢定 marketing 呢？其實咧，高級珠寶品牌咧喺依家咧確實咧係採用更加多嘅彩色寶石咧去做設計嘅，但係就唔係話真正取代鑽石。喺而家嘅階段嚟講啦，彩色寶石嘅供應量咧其實追唔上鑽石㗎，因為咧彩寶咧嘅年產量其實係極低，淨係得鑽石嘅1/1000，甚至乎更少。咁所以咧，所有嘅頂級品牌如果全部都轉去用晒彩色寶石嘅話咧，成個市場咧其實根本冇辦法滿足到呢一個貨源嘅供應嘅。培育鑽石咁平，會唔會因而影響到彩色寶石嘅市場呢？咁喺培育鑽石出現咗之後咧，咁大家咧其實會重新去審視翻天然稀有嘅價值嘅。咁喺彩色寶石啦，因為冇辦法大量工業複製，而且咧供應上面咧有限，咁所以逐漸咧俾大家視為真正獨有嘅選擇，重新咧去承載咗鑽石象徵住唯一嘅獨特性嘅。彩色寶石會唔會比鑽石更加值得我哋去投資呢？咁會㗎，因為咧喺品牌同埋客戶啦，佢哋對彩色寶石嘅興趣咧咁多年嚟其實都係一直增加嘅。咁始終啦，供應咧係追唔上潛在嘅需求。更加重要嘅係咧，天然嘅寶石保值能力同未來嘅升值空間咧，其實係不斷咁上升緊嘅，亦都成為咗唔少投資者眼中嘅一個長期嘅資產嘅。咁我哋下一集咧，亦都會同大家分析下點解彩色寶石喺投資者眼中係一個值得長期投資嘅資產嘅。